这件代志是引发着众人的愤怒。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拢伫第一时间发文章来道歉。苏院长早起来参加着证交所的活动嘛，再一次来道歉。另外有民意代表点名着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，甲体育署的署长张孝熙，若知影见笑，就应该家己请示落台。请启动。 庆祝台湾版 NESTA 登场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比一个赞，不过民众无啥物笑容。非常的痛心，也诚挚的向选手国人同胞说，这样的安排不好不对，我们很对不起。 苏贞昌搁一摆来会室咧，前一天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嘛来道歉，因为东京奥运的选手要比赛，不过有求天桥地主印发文章，因是坐经济舱，选手拢无坐到商务舱，互大家拢真生气。立委王婉如公布商务舱的名单有36个人，包括团长嘛是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，总领队蔡成威，中华奥会秘书长李玉峰，体育署的官员，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执行长。 李文斌和23位教练要求有人下台负责。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道好像没他的事一样，我认为他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，应该跟体育署长张优熙一起自行请辞。网络上稍微搜寻一下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精彩事迹。在多年前，我们来倡议这个体育改革的时候，他们的声音是什么？ 民意代表点名林鸿道、蔡成威过去拢反对体育改革，应该落台。不过中华奥会是民间法人，不是政府的组织，要开选、要换人，政府拢无权力。不过虽然是安尼，回来我们对相关官员当然都会查究。苏贞昌讲，等比赛结束，一定会来追究责任。